测试啊，测试啊，这佛堂的 WiFi 哦，佛堂的 WiFi 啊，这个现在是用 WiFi 佛堂的电 WiFi 网络 WiFi 网络测试。哦，下载才7.61 MB， 上载啊，上载才0.66，还很小呢。可能是被另外一只也有在用，占用那个频宽。那不是很快。